看立法院的消息，立法院伫12进行国民党提案的年金改革法案的复位表决，也毋过发生国民党立委罗宪英的明明要伫国内确实有裁掉投票这个代志。针对这点呢，罗宪英的这个表示讲啊，伊本身差不多是12暗时才转到台湾的，这代志发生前后，伊都唔知影，伊嘛无授权去投票。有关国民党第一时间讲，这可能是技术人员认唔到人，才会误发这个表决卡。也毋过伊讲，伊的这个算皮肤较乌，应该是未认到去。 为什么一回国，怎么全国的人都在找我？国民党立委罗冠一这透早接受都结束，随着针对4月10日立法院投票的事件亲身解说。12号的晚上回来，所以这整件事情我是都不知道的，也没有授权这件事，因为假解动员收到的时候，我人在那边赶不上，也赶不上。这句话直接证实与无当票。 严格表决期的结果显示，伊第一案是反对，第2和第3案无投票。那安尼这票到底是送回的？国民党团伫第一时间解释，表示技术人员认唔到人。连名讲伊参像是婚姻管立委丁学长，连名又个讲伊参像桃园市立委涂权杰。仔细看了一下，也没有人长得跟我一样，而且肤色的那个程度，我也是属于2B 级的哦，所以比较不可能。一切依照制度走。 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卢宪英委员当天有请假，那院会有缺席。那至于怎么投票，我想我们立法院会有明确的相关的这些调查。甲动一下没有请假的一个所谓的裁量，所以还是可能会有处分，那没有关系。无参加甲动，罗冠一打了解，严格这边投票的事件，民进党唔愿耍，发函予韩国瑜，希望立法院会当提查本案，而且进行补救甲处罚。 维护国会纪律、甲社会公信。从录影带，我相信应该查得出来。那如果没查出来的话，国民党要有人承认，否则集体都说谎，那怎么可以呢？啊，所以我是认为说，问题在于那一个按表决器的人。另外，找着机会，立法院各加一件共防战。 Hello， 我是庄宇杰。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